到了永安渔港，你可以找到许多当季限定的海鲜，不同的季节来可以寻找到不同的海中宝物。那当然，新屋这个靠海的客家庄就发展出了其他地方少有的客家海鲜料理。我要来去找一间串烫，可以吃到有客家风味的新鲜海产哦。廖爸你好，你好，欢迎光临。今天来到你家给串烫，听说呢你这边的海客料理非常有名，很道地哦。是，想要来品尝看看。好，您稍微坐一下我马上给你安排一下我们客家菜里面最有名的鹅肉还有汤圆，给你品尝看看。好，谢谢。好，这边请坐。听说这里的老板17岁就开始学习厨艺了耶，可见功夫可是扎得很稳呢。我很期待老板用海客精神做出来的客家新创意。哇哦，海澎湃哦！还有噶2件串烫一体片哦，因为我看到有新屋靠海有海产，而且还有来到新屋一定要吃的鹅肉，这就是所谓的海客 crossover 咯。哎呀，对呀。这道菜是什么呢？对，这个海鲜饼哈。海鲜饼哦。对，是我们那个经过改良以后比较适合客家人的习惯的口味啊。客家人习惯的口味是什么？对，是要蘸这个酱吗？对，要蘸的这个我们用吉酱啊，跟吉酱。对，沙拉，还有那个鱼卵去调的一个特别的酱汁这样。所以这道菜真的超海鲜的，对，因为连酱里面都有这个，这是虾卵吧？对。好像闻到新屋旁边海的味道一样。对。他加的我们客家人比较特别喜欢吃的芹菜啊、香菜啊、蒜啊。真的哎，所以连里面的配菜都是比较选客家熟悉的味道。对，客家喜欢。哎，好新鲜哦。对。旁边一抓过来，这边就可以立刻做料理。对。我真的是来对喽！2件串烫一体片，把客家酱料拿来料理海鲜。大部分客家料理口味比较偏重，不过客家酱料倒是逼出了海鲜本身的鲜甜，真的是很好吃耶！